各位朋友，我係世紀21宇田地產蔡生 Raymond， 而家同各位介紹呢個筍嘅放租盤，係大埔太湖花園。太湖花園合共有2期，有15座，單位2476伙。而家介紹呢個筍嘅放租盤係第1期，入伙日期係1992年。發展商係信和地產同埋中國海外。太湖花園係大型屋苑，會所設施，交通方便，近港鐵站，民生設施應有盡有。附近有好多食肆。而家介紹呢個筍嘅放租單位，實用面積526尺，原本3房改咗2房。事不宜遲啦，我同各位睇睇呢個筍嘅放租盤。首先，我哋睇睇呢個單位嘅大廳，業主提供咗一個大型嘅組合櫃，廳窗向東，景色開揚。業主將原本嘅廚房改咗開放廚，提供大型雪櫃、洗衣機、抽油煙機同埋電嘅煮熟爐。我哋睇睇呢個單位嘅洗手間。洗手間業主將浴缸改咗為企缸。原本係3房，改為一個大嘅主人房。主人房大概有120尺，提供一個大型嘅衣櫃、木床、分體式冷氣機。另外一個嘅客房，業主提供6尺嘅木床、電視機、大型嘅企身櫃、冷氣機。單位嘅裝修同埋佈置係好雅致嘅。如果邊位朋友對呢個筍嘅放租盤有興趣，麻煩聯絡世紀21宇田地產。世紀21宇田地產，多謝各位，多謝。